年初七到廣州3日2夜。到廣州除咗食之外，仲有古蹟文化同埋建築歷史。不如我哋一齊上呢間百年老字號嘅榮華樓飲下茶先啦。我哋今日咧嚟到呢間叫做榮華樓啊！呢間榮華樓咧就係好舊式嘅一間酒樓嚟嘅。啊，你都見到啦，白和月韻啊！咁啊，前面咧一陣間咧就會有啲人咧就喺度唱大戲噶啦。不須是女半身學灑水。心盼望來合作，鴛鴦淚啊相杯葛，傳來常在節身旁，地府任師女在平那平陽滿海。酒家，廣州飲茶不可少。今日同大家介紹4間大酒樓，第一間就係廣州酒家老字號，素有廣州第一家嘅美譽。第二間同同居，同樣都係老牌嘅茶樓，個牌匾咧係清末民初噶，係康有為題字。所以同居咧響民初咧都有好多文人雅士咧聚會嘅地方嚟噶。咁啊，仲有魯迅啦、巴金啦，同埋大老倌薛覺先咧都係座上客噶。你睇下呢一部係 lift 嚟㗎，嘅裝修幾有十分氣派呢。第三間係蓮香樓，都係一間過百年老字號嘅茶樓嚟㗎，有蓮蓉第一家嘅美譽，樓高3層。呢3間茶樓咧都係同埋響一條街嘅，響荔灣區第10號路，都係遊客必到嘅步行街。呢條街咧由東一路走到去西咧，都係購物商業街嚟嘅。而街道嘅兩旁咧，亦都充滿咗西關風情嘅騎樓建築物。一路沿路行咧，就好似時光倒流咁樣，翻到去30-40年代。歷史啊、文化、建築物咧，有好多打卡嘅位置。由呢度一路咁樣行路落去咧，就可以去到上下九路。上下九路同樣係出名嘅步行街啊！嚟到廣州點都要買少少手信嘅，呢度有不同類型嘅蝴蝶餅啊、千層酥啊等等唔同口味，真係令人眼花繚亂啊！價錢都合理，而且個包裝亦都好靚。介紹另一條街叫做一德路街，係坐地鐵6號線。其實咧就係去廣州石室聖心教堂咧前面嘅一段路嚟嘅。咁呢度兩旁咧都係賣海味，琳琅滿目。過年喺度辦貨咧，亦都係一條不二之選嘅街嚟嘅。糖果啦、果仁啦、小食咧應有盡有。出年咧如果辦年貨咧，都可以諗下呢條街嘅。嗱，第3條路就要介紹下北京路啦，就係屬於越秀區，集合咗歷史、文化、商業同埋娛樂於一身嘅，係廣州最繁榮亦都最繁忙嘅街啊！全長有1500多米。呢條街你慢慢行咧，就可以見到好多嘅古蹟遺址啦、古老嘅商店啦，同埋電影院。喺呢度你真係可以見證住新舊時代嘅碰撞同埋變化㗎。入夜嘅北京路燈火通明，顯得更加熱鬧啊！位於荔灣區地鐵1號或者8號線陳家志站 D 或者 A 出口。陳氏書院咧就建於清朝光緒年間。開始建造咧，係俾陳氏子弟咧去省城考科舉時咧學習同埋住宿嘅，亦都係祭祀祖宗嘅祠堂。
永慶坊係經過活化打造成為國家4A 級嘅旅遊區，茶室啦、書店啦、文青啦、嶺南嘅園林同埋博物館，無處不是打卡點啊！一代宗師李小龍先生嘅祖居。對面呢就係一個粵劇舞台，每日呢按時呢亦都會開鑼演出㗎。廣州塔歷稱小蠻腰，係一座電視塔，高600米，與海心沙島同埋珠江新城隔岸相望，你可以買票上去塔觀賞珠江兩岸嘅景色啊！適逢新年期間，廣場設有嘉年華會、機動遊戲，適合一家大細過年時刻全家歡聚。沙面呢一個嘅地方呢，由於歷史嘅問題呢，所以沙面呢曾經係多國嘅領事館。司法機構啦、教會啦，亦都保留着歐洲式嘅建築物。而家已經成為重點旅遊區啦。石室聖心教堂建於1863年，係天主教廣州總區嘅主教座堂。教堂全部嘅牆壁同埋柱都係用花崗石製成嘅，所以稱為石室教堂。位於越秀區北京路嘅大佛寺。由於北京路遊客熙來攘往，所以好多遊客晚上都嚟呢一度打卡㗎。雖然食在廣州，但係我哋呢次都唔算食好多嘢，我哋都係食一啲傳統嘅手布拉腸粉。廣東人早餐食嘅粥同埋腸粉。呢一間係充滿文學氣息嘅茶樓。周圍都寫上《詩經》《論語》《千字文》《三字經》嘅句子。嗱，呢啲點心咧就雖然咧係簡單，但係皮薄餡靚啊，牛肉紮實夠味，啲粥又綿，餃子亦都好飽滿啊！呢一個嘅沙灣嘅薑汁撞奶咧係傳統手藝嚟嘅，係非遺產嘅。你睇下個手勢幾純熟，真係食過翻尋味啊！好啦，呢次廣州之旅又要同大家講拜拜啦，請留言、點讚同埋訂閱，多謝觀看。